眼光归予天父上帝，感谢主，感谢主，请坐。咱做来祈祷，咱每当即个时阵，咱来咱甲上帝求，伫即当你要爱啥物？伫即当你有啥物样的计划？伫即当你爱做啥物话？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合乎伊的心意，咱来祈祷，为伊来祈祷。因为伫上帝内面没有难成的事，咱安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的恩典是够也万用的。伫一个年册开始，不管是年册啊，还是年尾，我拢爱来孝顺你的恩典，是阮孝顺袂完的。你的伦德会照顾，互阮的心肠，互阮的肉体，互阮的家庭，互阮的亲人，互阮的兄弟姊妹，得到你的帮助，得到你的坚固，得到心神，得到医治。我感谢你，阮伫个内面，伫你的内面，阮是伫你来更新伫阮的生命。有的事检采有无好的，有好的拢已经过去，但是阮无要往头看后面，我们向前来看，靠主来得胜。阮的生命是喜乐的，我靠主超出你的，你就要成全，你就要成就。阮恳求主，你光照阮，引带阮，迎接一个新的年。阮的服侍心是更加来火热，坚固阮的心是更加勇壮，稳上加稳，力上加灵。为着上帝个福音有目标来向前迈进，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435首，甲咱大家来吟诗，请起立吟全首。为着过去的一个年，个要来的新的一个年，咱同心开声来祈祷。
自有永有的上帝，谢谢你创造了人类，谢谢你赐下耶稣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他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不只是在新年感谢你，更要学习每天珍视生命，每个今天都比昨天更美好。过去的也许有遗憾，但只要有阻碍，每个今天就能纠正不足。经上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愿我们在爱里度过新的一年。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三个来启应文第10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会了着行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会了着行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着吞食我。因拢为我倒失败。虽然大军阵营包围，我的心也袂定定。虽然对着发动战争，我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找着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宝贝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也悬，超过包围我的对顶。伊要伫伊的宝贝欢喜献祭。我要唱歌讨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剂我。上主啊，我来调剂你。求你毋通暗面插我。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萝卜。你一直是我的帮助。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误杀我，暗杀我。我的父母若去杀我，上主也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偏巧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为情恐吓我。我深信一项事。要我第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大，着信靠上主。这是我来念今仔日的圣经在伫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伫伊头前的事，向所查的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招咱的赏。今仔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望后向前的稳定。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新年快乐！真欢喜，咱会当三甲做伙组织，
嘛真欢喜看到久久无转来伫咱中间像志云、爱你，真欢喜。咱今仔日有机会，咱互相伫请安的中间，嘛有即个红兰姐，即个是秀华姐的孙歹势无输无注意看到啦欢迎恁转来大家做伙当伫今仔日新春的时，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佮有丰田技术真欢喜拢会当看到咱大家恩德邱恩德兄弟，咱会当做伙相共来敬拜上帝。伫今仔日新春的时我相信昨暝大家拢真欢喜大家拢食甲足好，嘛食甲足欢喜。总是咱伫新春的头一日，咱是用感谢，我们用感谢的心来向上帝献上感谢。牧师在这边也要邀请每一位小朋友，今天你们在这边能够一起来敬拜神，感谢上帝。上帝也要祝福你们，在新的一年，上帝要将喜乐、更丰富的智慧赏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伫遮牧师要用一个祝贺词来祝贺咱，祝咱新年平安乐，贺主稳定满仓库，大家做伙侍奉主，桥过难关主看顾，领受义上显荣耀，望主稳定记条条。愿上帝将这个咱一当牧师拢会写一段诗来祝福咱，咱会当家记在咱的心肝底。咱的教会就掠着这个义上，常常就爱领受主遐来的稳定，就是有义上的生命来为主来活。相信主的稳定会当互咱伫记条条的中间，互咱的生命会当不断成做主所欢喜的生命。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和华上帝，阮伫新春的头一日，阮会当用感恩的时刻，甲每一个兄弟姊妹同齐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阮的心中充满侪感恩，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冬内底用稳定成做阮岁月年岁的免流。无论是伫关山顶，也是哪亲像伫山谷的内底，主，阮相信你的慈爱一直拢无离开阮。主啊，你要保守阮出入，毋但得到平安，嘛要互阮的教会会当伫领受主你的义上的内底，佫一摆来进入一个新的年。主啊，我们将阮未来的日子全然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你帮助阮伫新春礼拜中间，会当佫一摆将阮的心恬静落来，做伙来领受主你美好的稳定。愿神也赐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年轻小朋友，让我们一起在神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成为一个神你所拣选的精兵勇士，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今日牧师用一个主题叫做“望后向前的稳定”。当咱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做伙做一个动作做伙做一个动作。咱讲袂记伫背后，咱做一个袂记伫背后的动作，然后呢，努力向前，咱就安怎握拳向前，来3来，袂记伫背后，努力向前，佫一遍你讲出来袂记伫背后，努力向前，这就是咱今仔日咱所要通过圣经的内底，跟咱做伙分享一个要紧的一个概念。咱想象一下咱若是咧爬山的中间我相信有真侪人爱爬山，但是咱知影这爬山的过程上重要是啥？是迄双鞋啦。如果这双鞋你用几60担，你逐摆你拢感觉这鞋这是我做习惯穿的鞋你安怎？你会一直要甲穿，但是这双鞋会破袂？会磨损袂？会啦。有一天这个鞋伊磨损破去你嘛无去甲注意，但是你一直咧甲伊穿，最后你明明会当爬山顺利爬山爬到关山顶去看迄个足水的风景，但是因为你穿的这双鞋，你无去甲伊注意，这双鞋有可能互你爬山到伫最后的路程的中间，你伫整个的过程的中间，你安怎寸步难行你每行一步路，你会感觉哎呦会滚嘞！哎呀，这双鞋有可能互我的生命带到伫迄危险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的生命生活嘛是相款。
咱有真侪，咱期待会当进入上帝为咱备办迄个应允丰富的内底。但是咱脚咧行的路，一直是用咱的旧的习惯、旧的思维去活上帝所要授予互咱迄个顶头生的性命。兄弟姊妹，毋是山上悬爬袂起，乃是因为咱即个旧的鞋，亲像迄个旧的皮囊共款，安怎？互咱无法度通去接纳、接受迄个新的思维、甲新的概念。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心意有真侪时阵，在对咱讲，咱着爱将迄个旧的鞋安怎？爱甲伊脱互掉，甚至呢，换就上帝所为咱备办迄个新的鞋，真正会当互咱顶头生得救的生命。不要紧，兄弟姊妹，咱的才能。咱的生命拢是上帝授予互咱，阿免。上帝互咱有真侪恩赐才调。你看我的细囝，伊伫即个时伊毋捌，总是伊嘛咧讲啊，爸爸咧讲道，OK， 无要紧，来。我知影你嘛想要讲吼，连讲你爱做牧师哈，兄弟姊妹。每一个世界足有名的赛车手，即个跑车的赛车手吼，拢会讲一句话啦，讲吼，你如果你一直咧看即个后视镜吼，你绝对赢袂，无法度赢迄场比赛啦，对无？这是事实啦。伊咧跑车，伊咧赛的过程，伊敢若一直咧看后壁，哎哟，对手来啊无？对手来啊无？兄弟姊妹，伊迄场比赛，伊绝对比袂赢，对无？所以兄弟姊妹。相款，咱的人生哪亲像一台跑车，有真侪时阵，咱安尼吼，哇！你有爸爸一个做大的考验呢，吼，来，好，来，你家带落去，带落去隔壁教室，吼，不要紧，好，上帝知影你的心意，吼，你真欢喜。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哪亲像一台跑车？你的人生亲像你家己，咱家己咧开一台跑车。有真侪时阵，咱过着一直咧看着后视镜咧开车啦。信仰嘛是安尼，教会嘛是安尼。有真侪人伊爱过去迄个足水的、足好的。兄弟姊妹，时间无等待人。当咱留念过去的成功甲情景，真无好的所在的时阵，常常就是互咱停滞不前。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伫2026年要帮助咱，重新来换一个新的引擎。你要有一个新的引擎，你爱安怎？你爱摕着迄个过去你所无好的经验的中间，你爱重新搁一摆来面对。咱要安怎为主来赢着这场？生命救人灵魂性命的啥？一个要紧的功课。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伫咱今仔日新春的时，咱做伙当领受一个足要紧的意向。教会是爱起做一个荣耀上帝、复兴的教会，毋是停滞不前的教会。教会爱有疼，对无？但是有疼若无真理。迄是无路用，有听无真理，只不过是俱乐部。有听若有真理，就爱通过祈祷，为咱的生命带出一个新的方向。咱要安怎会当互人因为看到咱的听，会当进入一间教会？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的主题嘛是保罗吼，我感觉是伊的这个宝贵的跑车宣言吼。伊讲啥？咱搁一遍来谈吼。兄弟啊，弟兄们，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你们觉得你们得着了吗？注意哦，很多时候我们信仰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懂啊，我知道我已经得着了。但是保罗说，弟兄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一起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注意哦，后面来了。这一段话才是更重要的重点，要得着什么？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里要做什么？
基督在做什么？耶稣在做什么？耶稣都在做什么？啊？对，耶稣咧做的就是拯救啊，耶稣咧做的就是救人啊。所以兄弟姊妹，爱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是要救人性命，对顶面安怎？调我来通得到的奖赏。所以兄弟姊妹，牧师一直拢咧甲咱提醒，再提醒，有爱的团体很重要。但是，如果咱无法度通团结，做伙来为主传扬福音、讲真理，兄弟姊妹，迄是足危险的事。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的圣经节，这个真要紧的忘记背后哈。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不是失忆哦，不是忘记把它忘记掉，失忆就忘记了嘛，对不对？好，伊内底原文的意思就是讲不再受过去的影响。所以我相信上帝真疼咱，嘛爱咱伫彼此相疼的中间，唔通受到过去的影响。无论是迄当时保罗，我甲咱讲哦，保罗伊讲即句话吼，伊唔是安怎？伊唔是，伊其实迄当时保罗伊是过着压迫教会的罪恶感哦。保罗有这个过程无？保罗有没有这个过去？有，他带着一个逼迫教会的迄种罪恶感。甚至伊本身佫是一个亲像法利赛人的骄傲啊！兄弟姊妹，我感觉伊选择一个足重要的工作，叫做断舍离啊。牧师伫教会内底献身做主的路榜，有一个生命的心智思想咧去做，就是爱转变我的态度。所以牧师唔敢讲我家己做了足好，我嘛知影我造成有个人的伤害，甚至互人来离开。我会艰苦心，甚至伫遐认罪悔改。但是上帝一直咧甲我讲，你着爱为着这个事，你着爱为因来祈祷，甚至为着你家己的脾气，为着你家己的性命来认罪悔改。兄弟姊妹，上帝自然互我伫认罪悔改，伫咱做伙伫认罪悔改内底，谦卑顺服，然后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啥。所以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冬，咱有真侪上帝所要托付互咱，甲主同行，去做福音的事工的工作。你有期待无？你有没有期待啊？你有没有期待啊？无哦。吴哲，你讲无哦？回家好好，我们一起好好祷告看看。兄弟姊妹，咱要有期待，教会要有期待。上帝一直咧托付咱，互咱有一个新的意向，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难。一定爱大家做伙同心祈祷，甲主同行的心志，自然就会出来。所以兄弟姊妹，互相饶恕、怜悯、包容、激励、相听，爱忍偌久，就忍偌久。要忍偌久，忍到咱见主面的时啊！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基督徒的生命。通过伫疼的中间，咱做伙努力向前。兄弟姊妹。伫今咱所看圣经在努力向前吼，努力面前吼，内底咧讲起那亲像一个运动员啦，运动选手吼，迄个身躯得安怎？爱倾斜的角度吼，双手努力的向前吼，为的就是要怎么样突破啦。好，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有侪教会，咱要做事工的侪问题，但是唔通放弃，咱得一直得安怎？抓着咱上帝所为咱所头前所插的标，什么标？迄个终点线啊！圣经内面原文的意思叫做标杆。这个标杆吼，毋是拿像咧踩一个叉箍啊底下，互你做一个终点线哦。咱知影吼，迄个选手吼，伊最后要达标的时阵，伊就安怎？伊来专注哦，吼。你有应该有看过一寡迄影片吼，短影音吼，足趣味的。伊也做伊赢。就足欢喜的，伫遐咧看视边啊，结果边啊又向走一个人出来，有无？迄叫做啥？迄叫做没有专注啦，没有达标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伫服侍上帝顶面，毋是干那亲像圣经内底保罗甲咱讲的，不要以为你已经得着了，你要认为我们还有很多不足软弱的地方，我们还要更好，还要突破。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上帝互咱的教会。
是一个足要紧的使命，就是伫主的听的内底，咱来掠掉迄个真要紧唯一的关系，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是讲这个目标，这个标杆，毋是多项的，毋是互你通去做一项去选，只有一个，吼。所以兄弟姊妹。咱古早的时代人，因咧长跑赛车，在比赛中间，因运动员的目睭必须要安怎呢？要死盯着那个终点完全不能放啊！意思就是讲，如果你的目睭若看边仔的时阵，你真容易会受影响，甚至滴到你家己会死哦。所以兄弟姊妹，过去的比赛是安尼啦，但是即摆袂安尼啦。即摆我插插哩，我比了，反正我著半途绕跑的拢有诶呢。兄弟姊妹，这毋是比赛，上帝爱咱所比赛的内容，叫做头前所插的标来跑走。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终点线的标志，毋是要为着互咱每一个加入一个赛场的运动员的压力，乃是要引带咱来行迄个目标。所以兄弟姊妹，信仰内面的目标是啥？上帝互咱信仰的目标是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着领受主的呼召，你着领受主的呼召。上帝互咱的呼召无相款，有的人可能是伫伊的才能的弹琴，有的人可能是伫咧唱歌，有的人是伫伊无相款会当带动迄个气氛。但是有一个目标真要紧，上帝呼召咱要做啥？要做会当救人的工课。所以兄弟姊妹，毋是要高举你家己。咱是要互你搁较谦卑顺服伫上帝心意内底，所以兄弟姊妹，旧约约书亚伊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迄个时嘛是相款。祭司的骹必须着爱踏入伫水里做啥物？做冒险的动作。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领受主的恩典的人，拢爱领受一个足要紧的动作，叫做啥？冒险。你愿意冒险吗？你愿意冒险吗？他拄啊，我的囡仔乔恩伫遮，我感觉伊是一个敢冒险的人，对不？他不畏惧啊，他不畏惧站上神的圣殿的讲台，所以我鼓励他，未来有可能鼓励他做神的仆人，可以吗？可以吧？但是有的人不是哦，会看讲啥？牧师教迄个囝，无礼貌。你的思维是放伫上帝眼光，还是放伫一个会当鼓励人，互人的生命安怎会当得到祝福？所以我感觉这是上帝互我伫旧的年的中间学到一个足要紧的动作，毋是批评，毋是去数落，乃是要安怎样用上帝眼光去祝福一个人。所以兄弟姊妹。第四年，咱就爱掠掉伫主的听的内底，来起造一个三听互助的团体。咱就爱伫上帝互咱的使命内底，有即个听的团体中间，爱去分享啥？爱去分享真理，就读圣经，透过生命的见证，安怎来起造上帝教会？牧师要回想伫2019年。18年到2019年迄段时间，我会记得牧师有推动一个运动，叫做每一礼拜周报拢有写大人的故事啦、生命的故事啦。迄当牧师去看算者的人数、参与教会比例是增加到阮要定一个目标，叫做爱到70个人到60个人的聚会人数。所以兄弟姊妹。做分享生命的见证有效果无？有效果。有啥物效果？因为即群的群体的人，因会晓去分享上帝的听，毋是藏在心肝底，嘛毋是我关伫房间伫遮咧欢欢喜喜，乃是互人知影，阮就是主的学生。所以兄弟姊妹，伫有主的听的中间，咱就爱去分享主的真理，甲生命的见证。咱嘛就伫主的圣神的感动的内底，用祈祷互相彼此帮助甲祝福。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新的年，咱掠掉一个要紧的应允。路加福音书第5章37节到38节，咱做伙来读吼。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若是这样，
新酒必漏出来，皮囊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囊里。牧师感觉，我认为啦，这是我认为，我感觉我是一个敢创新、敢说话，而且敢突破的一个牧者。但是我相信这些东西就像新酒一样，这新的酒若是放伫咱的生命中间，无拄拄咱会当接受，咱嘛无拄拄会当接纳。所以咧，有当时这物件，咱就会安怎，较无容易会当承受。为什么？因为咱若无法当承受，就哪亲像我咧甲牧师娘讲，牧师娘，你着安怎做吼？咱着安怎用？伊若无法当接受这新的物件，互伊的时阵，牧师娘就会甲我讲，我无法度，迄是你，迄毋是我。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个新的东西，就会怎么样？就会爆炸。我要甲咱讲，毋是我咧讲牧师娘啊，伫咱的家庭嘛是安尼哦。伫咱的细囝，伊豆豆咧开始接触这新的事物，当伊倒来到伫厝里有侪物件，咱无法当接受的时阵，咱就会爆炸。所以兄弟姊妹，伫信仰内底嘛是相款。上帝一直互咱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领受新的功课，就是咱着爱去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总是咱要安怎做？牧师真鼓励咱着爱掠掉咱甲主的关系，着爱好胆去传扬福音。互主的教会会当得到成长，互主的教会福音真实会当达到救人生命灵魂的工课。求上帝帮助咱，伫新的年，咱做伙 update。什么是 update？ 更新我们的灵魂跟生命，让神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我们的手机，在座的有在用 iPhone 的，请举手。应该蛮多的哈。我跟你讲。软体不更新，它会怎么样？有很多老人家都不知道。我说你这吼，这软体，这我爸爸妈妈讲这是安怎？然后袂用得啦。Line 就是安尼 ，Line 就是安尼。咱就拢会用 Line 对吧？你若发现你的 Line 袂用得吼，我跟你讲，你若拍电话啦，袂通啦，就是无更新啦。无更新就安怎？敢会用得？袂用得。生命爱更新无？生命你若无更新嘛同款会袂用得啦。兄弟姊妹，咱爱求上帝圣神来帮助咱，互咱若会当得到新的酒，啉到水的香味，咱着安怎？咱着爱将咱这个旧皮囊，咱嘛着爱甲伊换新。什么是换新？旧皮囊就是咱的生命，旧的生命爱顶头生。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新的年期待你顶头生你的生命。甲你讲哦，新的年期待你更新顶头生你的生命。要安怎顶头生？圣神来更新你的生命。愿主帮助咱，互咱伫新的年，咱当做伙经验这款的祝福。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互阮伫新春的这个礼拜中，享受主你的话语内底所对阮讲的话，带互阮一个新的生命。主啊，阮要恳求你来更新阮的生命的皮囊，互阮伫新的年，阮用新的皮囊来领受上帝你对阮生命的启示，互阮中间的每一位同工兄弟姊妹，做伙伫福音真理的话语的内底，清楚知影，互阮无简单继续伫看待过去的生命的中间来软弱，反倒阮会当看头前所查的表来奔跑主基督福音真理活命的道路。主，阮要奉主你的名祝福帮咱，嘛恳求上帝你圣神来查劝阮，查劝阮伫新的年，伫圣神的引带内底，成做一个充满盼望、勇敢为福音真理来做美好征战的基督精兵，成做愿意为主来冒险的门徒。愿主你赏赐阮气力、智慧甲健康的性命，特别伫大桥教会在座每一位信靠主你的信徒，阮今仔日我们勇敢的心，用感恩的心，做伙来领受这份生命的真道，帮助阮伫阮头前所要行的道路，
互阮会当照住你的真理来行，行伫上帝你所欢喜，嘛照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会当求上帝你继续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用你的话语来引带阮来行。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是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434首，咱做伙起立来唱。主恩典大慈悲，主恩典大慈悲，传万平安的真理，当万感谢应诚心，求主上帝听愿意，感谢你是万永福，你的那为天那国，是归等世家的心，三好三听来听去，感谢春雨你的路，春天土地好前走，溪水等候所名起，我国在世个不易，当怀好汉太平友，身托天皇可拯救，为唐教主张金冠，美丽天下咱台湾，科学用心最对心，我团好应着团体，抓紧面头感受分，四海之家向天伦。请坐，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我的心更添活力，愿存龙潭里记忆，我也在经历修书，当我天地最地路，阿门。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天台兄弟美丽，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扶持，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彼得，首使互咱会当有突破生命限制的勇气，嘛互咱会当伫主的内底领受圣神带领咱勇敢向前的气力。愿一切荣光归乎主上帝，愿一切平安嘛赏赐互咱每一个在座的兄弟姊妹。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咱做伙来唱这条歌曲吼，愿耶和华赐福互你。好，那我们一起来唱阿有2节歌词了哈。愿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内底拢有上帝所要对咱祝福，伫新的年对咱讲的话，嘛愿上帝互咱伫领受的中间，咱会当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帮我来一点音乐好吗？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哦！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来，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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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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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新年快乐，新年恭喜，上帝赐福你哦！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新年快乐，新年恭喜，上帝赐福你！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一个好面红呀，好上帝祝福。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们！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哦！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你！好，咱这个是邀请咱做伙来到台前吼，咱做伙来翕相吼，咱做伙来翕相。